尔女企业家在集中营死亡，有一名著名的维吾尔企业家在中国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死亡。据悉，维吾尔族女企业家阿米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和食品专家阿米娜·阿布里米提11月2日在长期以来被关押的集中营里逝世，死因尚未披露。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1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声明指出，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政府需要及时采取对策来应对这种情况。有报道指出，这是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承认了对当前国内经济走向的担忧。10月出炉的 GDP 增长率跌至 6.5%， 创10年来新低，反映需求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下降至2年来的低点。凡此种种迹象都促使官方承认现实。独联体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在阿斯塔纳举行。独联体国家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2日在阿斯塔纳召开，与会各方就加强在航天、原子能、高新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等领域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会议共签署了17份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关于成员国拨款打造和发展独联体统一防空体系的决定，关于协作应对核设施事故的协议等。黑客收8万个 Facebook 用户信息。据 BBC 报道，黑客称其已经窃取和公布了至少 8.1万个 Facebook 用户账号的私人信息。黑客称，他们总共获取了 1.2亿个 Facebook 用户账号的细节信息，并试图出售，但有理由对这一数字表示怀疑。Facebook 则称其安全性并无问题，被盗数据很可能是通过恶意浏览器插件而获取的。Facebook 还补充道，该公司已采取措施以防止更多账号受到影响。埃及伊巴市遭袭，一些枪手星期五在埃及袭击了几辆载有科普特基督徒的大巴车，打死7人。这是埃及最近攻击科普特基督徒事件的最新一起。这些科普特基督徒在埃及中部米亚省圣塞摩尔修道院参加了洗礼后，乘大巴车返回。袭击者向这些科普特及独特乘坐的大巴开火。2017年5月，2辆搭载科普特基督徒的大巴在米亚省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29人死亡，20余人受伤。